还没有看到 PPT 的时候，咱会当摕手头的信息哦。291首第一集。请在主的引导，关的心，请在因为主的引光，阿门，阿门。第一集搁一遍。请在主的引导，关的心，请在因为主的引光，阿门，阿门。第二集。请在主的宽里，一地的尊严，因为主的引光，阿门，阿门。第三集。主的名字，关的心红颜，主的关的引光，阿门，阿门。第四集。因更奇观兄弟，关对主比，因更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这是啥人哥现到信息605首，信息605首。伊考虑真久了哦，若是咱有注意吼，顶礼拜写的信息毋是这首，后来互我改掉。为虾米？咱今日讲道好好听就会知影原因吼，所以咱先来听一遍，因为伊旋律好听，也毋过无一定才好唱吼，所以咱会当一边听一边来看歌词吼。第一集。高主天基表归到这幕后，更新天下主所安排走动，关在兄弟里。好，第一集应该有需要过来一遍。遐有讲，咱若是看这个谱吼，有可能想讲无输咱唱遮奇怪，咱若是摕信息就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它有一些地方有小小的装饰音，所以咱若是有摕信息的，会当唱装饰音出来试试看。好。
我喜欢景芝姐可爱的笑容吼。咱第一站过来一遍，预备，来。苦主阮登记表开了地步，愿心听啊，主所安排多多，关在兄弟里日不停地交工，大的心日记就亲在酒。第四站。回想的这世间里所属记起，永久灿烂，一更一都甘地，熊熊的亮一心的。这是请咱安静心，然后再写礼拜。选调，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
就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恁拢总的罪，伊好你一切的病。今仔来吟圣诗291首，称赞主你荣光，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这些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念启恩文。启恩文第24篇，也是诗篇的100篇。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唱学老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甲敬拜。感谢主，过去的一年，
你亲自保守带领阮桃园教会。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疼痛满满伫阮的中间。主啊，阮每一摆来到你的宝座前，阮要为着阮常常听叹肉体的私欲，阮的心内有侪侪无圣洁的心思意念，无谦卑，无敬虔，无温群服侍，主来认罪悔改。恳求主怜悯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旨意的罪。恳求圣神保守阮伫逐项事工的服侍，愿阮所做的事工，拢会当合乎主你的心意。主啊，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阮爱常常连结伫葡萄树，阮的手所做的工，所成就的，毋是出于人的能力，是出于你丰盛的恩典。主啊，阮的服侍，毋是要为着满足人的期待，阮伫一切的服侍，是要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名。恳求圣神保守带领阮牧师。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学习谦卑，放下家己的想法，甲坚持，彼此扶持，彼此成全，彼此相听，来服侍主。主啊，阮知爱有敬虔的生活，阮的服侍才会得到祝福，甲充满快乐。恳求圣神。保守带领阮遵守主日，敬拜上帝，温群服侍。伫每一天的生活中，温群读圣经，常常祈祷，爱亲近你。主啊，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帮助阮，传福音，引带人归应伫主。伫这个世代，分别做圣，成做你圣洁的器皿。主啊，阮也为着身躯病痛的兄弟来献上代祷，恳求亲爱天父你施恩怜悯伊伫因。阮也恳求亲爱圣神保守佩慈牧师下载伊的正道，主你圣神来保守充满伊。主啊，阮也将今年度教会事工方向甲计划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赐阮清楚的意象，或者有141年的历史的教会，持续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成做社区中颂扬人的好厝边。伫这个世代完成主所托付阮的使命，阮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拢归乎坐伫宝座顶的天父。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圣经，今仔的圣经是伫出埃及记的1章第1节到22节。雅各的囝儿，大家带因的家眷，甲雅各做伙来到埃及。因的名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甲阿瑟。雅各的后代拢总70人。约瑟已经伫埃及，约瑟甲伊的兄弟以及因迄代的人拢死，毋过以色列人生团真多，非常强盛，遍满迄个地。后来埃及有毋捌约瑟的新的王起来统治，
伊甲因的人民讲：看，以色列民族比咱较侪，搁较强，咱着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才免因人口加添，战争发生的时，联合咱的对敌，甲咱攻击，离开这个地。埃及人就派督工管辖因，强迫因做苦工，压迫因，互因伫比东、甲兰色为埃及王去囤积物资的城。毋过埃及人愈甲因压迫，因人口愈侪，扩展愈快。对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互因生活困苦。无论敲黏土、做砖，也是伫野地做工，埃及人拢严格对待因。埃及王命令希伯来的产婆，一个叫西弗拉，一个叫普阿，讲：恁甲希伯来的妇人人接生，因要生时，恁若看到查甫的，就互伊死；若是查某的，就互伊活。毋过，产婆敬畏上帝，无照埃及王的命令去做，因留查甫婴仔的性命。埃及王叫产婆来，甲因讲：恁是安怎留查甫婴的性命？产婆对埃及王讲：希伯来妇人人甲埃及妇人人无共款，因较勇，产婆也未到，因就死啦。上帝好款待这两个产婆，以色列民族人口哪侪哪强盛，这两个产婆敬畏上帝，上帝就互因建立家庭。埃及王命令所有的人民讲：就甲希伯来人生的查甫婴仔ฮ็落去尼罗河，敢若互因的查某婴来活的。以上正道咱今仔请替对，先挂队。
正道今仔的正道主题是暗无天日吼，请佩慈牧师。有啊，好。主来说，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三个主持。我毋知大家头拄仔敢有注意听圣歌队底经唱的诗歌，敢有？好听，好听。抑无过歌词对咱讲啥？这是一首祈祷的诗歌吼。祈祷啥？主啊，互我安静伫你的面前，然后呢，会当听上帝的声音。求主，互咱会当安息伫伊内底，然后呢，主上帝就会当塑造咱。我相信大家应该头拄有看到，我咧行来行去有啥物？两个原因。第一个上要紧的就是这个诗歌真正足感动的。第二个小小的原因是因为上关音就到咪，所以无问题。唱了会当搁感动，搁有声安尼。也毋过我毋知影大家是怎样向上帝祈祷的，会当好亲像咱头拄听到的诗歌，或者是我拢求我要爱的。当咱今日搁三个就是来到遮的时阵，是抱着什么款的心情？知影有好会，也毋过咧，只是请咱先动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手赐大恩典，互阮会当食做你的囝儿，伫早起会当过一遍三个主持，做伙来敬拜。主愿性情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你很就恳求祈祷，靠主圣名求，阿门。咱圣歌队吼，即马戒定真拜王暗时有来练歌，为虾米要分享即样代志？因为拜五下晡这就出现伫遮。我毋知大家今日行入来礼拜堂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感受？看到这就好亲像咧提起咱要过年啊吼，对嘛吼？咱若是有注意看周报吼，头拄听一个圣经，罗马书的讲章已经结束啊。咱今日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段落，咱要对出来日记来看上帝引带带领，这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咱旧年16的时阵有做伙做啥物代志？咱咧庆祝教会140周年吼，足热烈的。咱做伙回想的时阵，相信会当看见一代搁一代的信徒有留落来真水稳定脚迹。总是伫历史安尼演变过程中间，140周年，咱至少有经过日本统治的时代，对无？有战争发生伫咱台湾，到现在也有几个社会中间政治、经济种种的不安就出现。圣经的历史嘛是安尼呢。创世纪最后记载是啥？写着约瑟伫埃及真侪宰相，然后拯救真侪人的性命，伫迄款的阴光中间结束。也毋过咱今日看到会出来记记咧，是对苦难开始。当咱今日读出来记记第一章，会当看做是过去。这个群体真阳光的情形，也毋过败落到规个群体受到压迫的情形，因为性命受到威胁，暗无天日，就是伫黑暗中间，敢若看袂见光。这毋若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处境，有时嘛是咱生命真实的体验甲感受。就透过记载伫埃及兴起雅各遮的正经字的名字，就将即本册甲头前创世纪的记载连做伙，咱做伙来读第1节到第5节的圣经节。为虾米要邀请咱读？因为当我伫教主日学的时阵，甲因分享吼，问讲，雅各的囝儿有叫啥物名的？无啥人知，所以咱好好来读一下，好来请
雅各的囝儿，逐个带因的家眷，甲雅各做伙来到埃及。因的名是路边、西边、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甲阿瑟。雅各的后代拢总70人。约瑟已经伫埃及，这个名一个一个记伫遮，这毋是加出来加写的哦。反正正正在提醒咱什么代志？上帝会个一伊百姓的名字。兄弟姊妹，对上帝来讲，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拢是互伊会个一个人。有可能咱想一下。哇！看历史140年吼，咱台湾教会遮侪人对无？哇，有可能是迄个足微细，无啥人知影的。总是上帝会记咱每一个人的名，无有任何一个名是记出来的，上帝拢会记。接线的记载是安尼，咱做伙来看第6节圣经节，做伙来读到来，约瑟甲伊的兄弟。以及因迄代的人拢死。咱若是对这第一章来看吼，敢若看无啥有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生活是生做什么款的。除了有一个线索，第7节做伙来读。请，毋过以色列人是炭真多，非常强盛，遍满迄个地。即款的现象，我毋知大家敢有迄个敏感，会当随时想起上帝互人的应允是啥？创世纪第1章28节写啥？上帝赐福因，对因讲，做伙来读预备来，就是炭，加天真多，充满全地。上帝互人应允，其实咱认真看，徛起伫埃及遮的百姓。已经实现上帝即个应允的。总是圣经，咱继续看到什么情景啊？咱想象袂到会转变。咱做伙来看第8节圣经节，做伙来读咯，请后来埃及有捌约瑟的新的王起来统治。遮有讲到毋捌，即个毋捌啥？这个新的王吼，有可能是伊对家己国家的历史无啥了解，听起来怪怪吼。所以，搁较有可能的是啥物？伊超过伊被忽略约瑟，捌埃及人提出这意见。埃及人怎样因为约瑟的建议，会当得到恩惠，会当继续活落来？咱留伫即节圣经节，认真看一下。检察真主任会互人想到一寡问题，譬如讲，这个埃及王是倒一位？然后，这个事件发生是距离约瑟迄代有偌久啊？圣经无互咱真明确的答案。咱会当来想一项代志，黑暗通常是对迄个暴力。开始的，有可能就是对迄超过伊袂个钱开始。若是一个社会袂个钱过去的稳定，若是咱已经无记得别人的付出，或者是拢袂个钱，到底什么人捌救咱？迄个黑暗有可能就超我一代啊！规个世界的政权甲体制常常在变化，咱认真看，活伫即时，全世界也有真侪战争，敢毋是？总是上帝将来毋捌袂记起伊的百姓。咱搁做伙来读第9节到第10节圣经节，请。伊甲伊的人民讲：看咧，以色列民族比咱较侪，搁较强。咱着想一个好办法来对付因，才免因人口加添，
战争发生的时，联合咱的对敌，甲咱攻击，离开即个地。当即个埃及王对伊家己的百姓讲，看咧，哇，遐以色列民族比咱人较侪呢，搁较强。安尼讲话听起来真理性吼。为虾米安尼讲？就是为着埃及家己国家的安全来设想。要毋过实际上却显现即个埃及王心内底惊吓，甚至伊咧比较，哇，咱埃及人应该足勇的啊！要毋过太安尼，上帝互人的祝福是着神探加天真多，要毋过对法老来看却真做威胁。然后伊怎样来做？11节，然后到13节、14节，也请咱做来读请。埃及人就派督工管合因，将别因做苦工压迫因，互因伫比东甲兰塞为埃及王去囤积物资的城。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互因生活困苦，无论超量头、做针，也是伫野地做工。埃及人拢严格对待因，只是咱看见有督工伫管辖因，互因做遮个苦工。其实原文中间吼有迄个真大力安尼甲因压制，互因差一点仔就绊倒伫涂骹内底的意思。然后咱最后14章佫看见啥严下吼，即个词。圣经足足出现只有5摆，然后现代中译本将伊翻译做，互因感觉非常非常痛苦，就是使他们痛苦异常。所以无论是超量头、做针，还是伫野地做工，就是每一工拢做共款的代志，亲像看无明仔日有啥物噩梦。埃及王所命令的，毋是互因死，反倒就是互因一世人看无未来。点菜互人搁较感觉不安的是啥物？咱伫规段圣经中，无看见上帝对人讲话。咱有可能爱承认一项代志，有时咱生命感觉上艰苦、上艰苦的时阵，毋是上帝甲咱责备。因为咱检查已经知影，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啥物毋是嘛吼？要毋过，当咱听无上帝声音的时阵，哇，咱就毋知要安怎。要毋过，咱需要会个一项代志，上帝亲像定定啊无讲话，无代表伊无伫遐。埃及王就因为惊吓以色列百姓真强、真勇、真侪人，就开始将因对人客变做奴隶。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伫集中营内底，某一边有3位的犹太的人受处死，其中一个是足细汉的查甫。然后有人就伫后壁听到有人在问讲：“主爱上帝伫倒位？伊伫倒位？”过一段时间，又听到伊在问讲：“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到底在哪里？”当人伫极其痛苦的中间，想着好亲像是对待人的方式压迫的时，上痛苦的毋是迄种身体感觉足忝的，较侪的是看无头前的绝望。伫遮所有的苦难临到的时阵，咱竟然读到即款的记载，在第12节，咱做伙来读到预备来。毋过，埃及人愈甲因压迫，因人口愈多，扩展愈快。对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
这以色列百姓受着遮尔啊侪压迫，竟然愈强盛，一定有一寡原因，互因会当超越所有的环境。咱若是手头圣经吼，对比第10章甲12章，会当发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这个埃及王用计谋，才免因真靠加天，结果咧，因人口愈侪，扩展愈快。因讲一个同事，分别描述一个想讲家己介敖，要压迫遐百姓的埃及王。以及迄个眷顾被是上帝的心意，结果是啥？愈压迫愈兴旺，就伫暗无天日的中间，有可能就一点点仔光线，是迄微微仔光线的后面，就是上帝的保护呢。要毋过故事敢有停伫遮？无，继续落去。埃及王准备搁较恶毒的计划是啥？伊的目的毋是只有压迫以色列百姓去做遮个苦工，是准备要毁灭因规个民族。安怎做？19、19、16、16，咱做伙来读，请。埃及王命令希伯来的产婆，一个叫做西弗拉，一个叫做普阿。讲，恁甲希伯来的妇人人接生，因爸死的时，恁若看到查甫的，就互伊死；若是查某的，就互伊活。咱遮有看到两个名吼，即个是弗拉名意思是啥？美丽，然后普安的是光辉，拢是足水的名吼。要毋过，咱照一般咱会当理解来想一下，这两个产婆应该无法度处理所有希伯来妇人人、被死的妇人人生产的需要吼。所以有可能这两个会当看做是总的负责人。真自然，咱嘛会当理解吼，古代被生产的所在是查甫人袂当去的所在，接生是妇人人的工课。真有意思的是，咱若是看《以西结》这本册内底有讲起，这个产婆有任务哦，就是妇人人要死的时阵，伊吼爱替鞋仔挡财。敢有人听有这啥？啊，恁台语较好，我昨甲吴牧师甲伊问讲吼，剪旗代表怎讲？挡财，吼，足趣味的。我现咧白话是圣经对的啦，吼，我这毋是我会晓台语吼。然后甲伊洗身躯，用盐甲伊抹，用布包起来。然后，即个埃及王吩咐即个产婆要做啥物？做啥？看到因要死的时阵，若是查某的爱安怎？他要死的，查某的留落来互伊活。就是伫遮尔黑暗的时阵，圣经就特别讲起这两个产婆。因无权利，因无地位，因嘛无任何能力会当改变这个制度。要毋过圣经却讲出一项要紧的代志，17节咱做伙头预备来。毋过产婆敬畏上帝，无照埃及王的命令去做，因留查甫鞋仔的性命，敬畏上帝。这其实是圣经智慧文学要紧的主题吼，是讲起啥？敬畏上帝是安怎？人认捌上帝，心存敬畏，然后遵探上帝命令来行，就好亲像弥迦书第6章第8节，我相信咱拢诚实吼。咱做伙读到预备来，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两个产婆所做代志是因留查甫鞋仔的性命，甲咱讲，产婆是主动留落来这查甫鞋仔的性命。也毋过过无偌久，埃及王应该知影有发生一寡代志，所以就将产婆叫来甲因问，咱做来读18节，请。
埃及王叫三宝来甲因讲：恁是安怎留查甫鞋仔的性命？咱真自然看会出来，这三宝无比照法老王的命令来做，对吗？也毋过因嘛毋敢直接讲出来，到底为虾米因要安怎做？只好用真巧的方法来甲伊应答。19节咱做伙来看，做伙来读来。三宝对埃及王讲：希伯来妇人甲埃及妇人无共款，因较勇。三宝还袂到，因就死啦。但有时吼，哇，安尼问是安怎回答？求上帝赏赐互咱智慧吼。真侪人咱做伙来看第一章的时阵，有可能想讲，哪会无看见上帝行一寡神业奇事？咱应该知影，伫出来记记有实在吼，上帝行奇事吼。啊，遮咧，歹拢无。那敢有看见上帝对因讲话？嘛无呢，敢有？第一章敢有？对，这个对他微笑看我很好。无啊，无呢。所以伫遮咧黑暗的政权下面，上帝犹原做工的，伊实行伊的报酬。咱来看20节到21节，做伙来读，请上帝好款待这两个三宝，以色列民族人口愈多愈强盛。这两个三宝敬畏上帝，上帝就互因建立家庭。古代伫真侪所在吼，会做三宝的为虾米？因家己无法度生囝。要毋过，这是因为因敬畏上帝，上帝就赐福互因，互因家己会当建立家庭。这是偌互人欢喜的赐福。亲像《传道书》第8章12节是安尼记载，咱做伙来读到预备来。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心存敬畏，最后会得到福气。搁较有意思的是，咱若是认真看吼，圣经无记载迄个埃及王的名，对无？也毋过叫记伫写落来，这两个三宝的名，应互上帝永远会记起。故事刚结束啊！啊无诶，最后，咱今日读的圣经章，过来一个搁较恐怖的第22章，咱做伙读到预备来。埃及王命令所有的人民讲，就甲希伯来人死的查甫鞋仔等落去尼罗河，干焦互因的查甫囡仔挂地。这个埃及王想的，这个民族伤强，人伤侪啊。头前已经用2种方法，结果无法度阻挡因人口的愈来愈侪啊。所以伊就用第3种压迫的方法，直接下命令，就将所有希伯来人生的查甫鞋仔拢弹落去尼罗河内底。安尼做，毋但会互即个民族冤受的情绪会压起来，嘛违反人权，搁较是直接用迄个创造生命的主宰来挑战。埃及王期待透过控制以色列人生活，将所有的查甫鞋仔杀死。啊，遮个查甫囡仔呢，留地要安怎？互因诚侪女婢，或者是嫁互遐个奴隶诚侪某，透过遮个动作来维持伊个统治的权利，然后透过安尼，互以色列百姓继续诚侪奴隶。总是咱看见啥？迄个想讲家己是神明的埃及王，其实法老就是伊是太阳之子嘛吼，伊就是神明啊。也毋过，伊却袂当真正压过信仰主宰上帝。
上帝嘛透过人败坏的作为来成全伊拯救的计划。伊所准备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行为，嘛就是伫即个恶毒埃及王的命令下面出世。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回首出来记第一章对咱讲啥？当上帝百姓进入黑暗的时阵，上帝无伫马上改变所有的环境，无，甚至无讲话。要毋过当即时，无代表上帝无伫遐人，就伫人看袂见的所在，伊永远会记着人的名，伊保全人的生命，嘛借着敬畏伊的人，来点到迄个真美色的光。今日咱等一下要经唱回应的信息吼，605首。练歌的时阵，我毋是讲好好听讲道，就知影为虾米选这首诗歌吼。迄就是伫黑暗的时阵所吟唱信仰的告别。潘霍华牧师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受领，关伫家内底写这首诗。咱要吟唱的歌词是啥？靠主稳定奇妙快乐的保护，坚信听候主所安排的道路。这是甚物款的信心信仰，才会当讲出正过？咱毋是因为已经知影答案，而是会当学习选择伫无明白的中间，由愿挂靠主。检测咱即时面对无共款的重担，甲一寡困境，而且是咱的教会做伙面对一寡挑战。要毋过，但愿咱伫经世的时阵，会当学习选择将咱生命主权交互主，用信心来吟唱，愿决意全心爱拢归属你。愿咱伫看无光、暗无天日的时阵，永远会当坚信听候主、倚靠主、敬畏伊，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要承认，阮实在是软者。太侪时阵，阮亲像看无路，阮就毋知影要安怎，叫要记起你永远伫遮。主你会记起阮的名，主你看顾保守，主你透过敬畏你的人，施行的恩典是偌尔大。帮助阮愿意用生命来回应你，虽然有痛苦艰苦、找无路的时，永远倚靠你。伫你的面前，愿你恳求恳求祈祷，靠主生命来求，阿门。这是咱的吟圣诗第605首，靠主稳定了快乐的保护，请咱起立。天
上这世界里所属于一切，永久灿烂，一个一头干的，熊熊的亮丽心里去宝贝记，关关于转世，该拢归上帝。请坐，这是来奉献，请名为执事甲立方师。咱三个来祈祷，向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伫过去的一年保守阮，咱拢得到平安。今仔日引带阮正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阿你。即时阮奉献祷告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是主你来降答。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谢谢。报告大圣，咱先来念今仔的金句。毋过埃及人愈甲因压迫，因人口愈侪，福典愈宽。对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请咱来做伙念两摆，请来。毋过埃及人愈甲因压迫，因人口愈侪。福典愈宽，对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出埃及记1章12节。毋过埃及人愈甲因压迫，因人口愈侪，福典愈宽。对安尼，埃及人愈惊以色列人。出埃及记1章12节。咱即个侍奉的部分第一页，
请兄姐甲服侍同工来看下礼拜的服侍同工。小组的部分，由愿请兄姐咱家己看即个小组的主题，奉献的部分，然后毋对则咱的即个长职还是办公室来更正那今仔日咱等下特别来召开2022年的会员合会，等下咱嘛有即个礼拜线即个有一个全教会新春大扫除啦伫咱的礼拜线了，特别来举行请咱兄姐来做伙整理咱的即个区域的分配我拢有写伫即个所在，伊有分地点、小组所以有愿请咱逐个小组、逐个兄姐来看伊即内底有足侪个小组甲即个无共款的区域请咱来看一下。伫今仔下晡咱要来开2月份的定期长职会咱要伫即个大扫除了后要伫7课以上来召开请咱的长职来参加。长职会了后，咱要线开小会，有愿请小会员来出席。会出入有团队部会、关怀部会过来咱阁有新春的青社礼拜，要伫2月17，就是拜二就是咱的大年初一早上9点半举行欢迎咱兄弟全家来这个迎新祝贺教会消息咱请咱家己看，咱下面的时间咱这时咱要来召开咱教会会员合会进前，我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就是伫邵康加范瑞莲妈妈甲查某囡仔查某囝做伙伫咱中间，伊嘛是谢宗健弟兄遮妹妹甲外甥仔外甥女因是对台北中山区来，所以咱请因徛起来，互咱熟悉一下无？第一遍伫咱中间，咱拍鼓欢迎因欢迎，请坐请坐咱欢迎上时透过刷落来，咱要召开会员合会。来表达咱关心教会过去即一冬以及展望刷来即一冬，所以教会在召开会员合会，其实有一个要紧的意义，就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大小代志。像是伫即个会员合会过程，咱求上帝特别怜悯，感谢上帝，互咱想述咱的教会过去即一冬咱所做一切，咱定心来想。上时，咱也将各部会想讲要刷来伫咱的教会要兴盛的，所以会员合会其实是放伫礼拜中的一个部分，意义嘛真简单，就是咱要表示咱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上时是为教会来祈祷。所以虽然是开会，所以开会就有建议有。讨论有议案，所以我要邀请咱嘛，多谢咱大家伫今年应该是上冷的一天来到咱的教会内底，咱做伙来参与。所以这时我要请咱的书记，我今仔日报道的人数，因为我即摆手中还未摕到这个报道的人数，咱来先有先会，才会当开始这个会议所以等一下。咱要进行的方式也真简单，我会简单来报告，了后我就会请各部会来教目前咱教会出席签到的实教的人数是125名，因为扣掉请假了后，咱即摆目前是有过半数。所以咱有盛会，所以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
祝愿感谢你相思带领，引带阮过去这一冬所行所做，求主帮助阮，检测阮有无合你心意的时，总是求上帝怜悯帮助阮，检测阮有合你心意的时，主求你继续引带，祝福阮，帮助阮伫召开会员和会关心教会过去甲未来时，求上帝拢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好，即时我要，其实咱会召开会员和会大先爱确定议事录。所以，即是我要请咱的书记来宣读即个2015年，就是咱的第4页的即个议事录吼。我要请只要读即个议决就会使，好无？吼，所以请咱的书记来读即个2015年定期会员议事录的即个议事的部分啦，吼。就是议事接纳以及决议，安尼就会使啦吼。咱请咱的书记来读吼来。各位兄弟平安吼。书记伫遮读即个2025年和会会议的决议记录。咱接纳咱伫2月23顶晡10点40分，咱就召开2025年的即个和会。议事部分接纳各部事工的报告。议决单组的长老提议接纳张玲蓉姐妹复议，全体举手通过。第二个议事是接纳113年度决算加114年的预算，议决也是通过。第三个议案是选派本年114年度检账委员案，议决检账委员为蔡景芝姐妹以及任珍妮姐妹，全体会员举手接纳。第四个议案是接纳本会不动产桃园区博爱路145号5楼之2的妥善处理案，议决85人投票赞成同意授权小会及董事会处理，并报主管机关核备。这个是2月23号的意思。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有不太熟悉华语的兄弟姐妹，所以我都尽量用华语来报告。2025年临时和会的议事录10月5号上午9点半召开。决议的一个部分是会员有投票选出穆桂英长老为下一届的长老，选出黄石辉、蔡乃平、任珍妮、刘阔辉4人为下一届的执事。主席宣布下届的执事为以上几位。以上报告。我在这边我也略改成这个语言上让所有人都可以来明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2026年小会跟长执会的任期表，就是第5页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要特别谢谢过去几年曾经在我们教会当中担任长执的长老跟执事。那在2026年的时候，就是今年接下来这一年，他们是休任。那我要邀请这些休任的长老跟执事在原地，如果有在现场的，请站起来，让我们谢谢他们，所以让我们鼓掌，谢谢他们掌声谢谢。文明长老也是休任了然后传讯长老然后富祥兄，有些人有请假，我们要谢谢这些过去曾经在我们教会担任长老跟执事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我们教会任职的时候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那我要邀请大家
继续翻开第6页的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年度所有的这个任职表的部分。那我们透过成立教会的许多的部会，我们期待透过这些部会，待会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前面来展现。那这是这个组织表，透过我们教会其实是透过会议来决定大小的事情。那到了第8页，我要邀请大家到第8页、第9页跟第10页，这是我们的会员名册，以及第11页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每年的教士统计。那牧师在这里简单的带大家回到第1页。那这是我们去年度我们很感谢上帝的，就是我们举行了庆祝桃园教会140周年的庆典。那接着我们在2026年的主题是来跟从主，我们透过跟从主，并且听见他的声音，照他的旨意来行，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主题，其实不是牧师随便定的。那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这个是总会所定2026年到2027年的年度目标。那因此透过同心爱基督、团结顾台湾，虽然有些人觉得这个字词或许对某些人来讲有一点点，如果我们要想其他的方向，可能会觉得它好像有点政治，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在我们的一起同心爱基督、团结顾台湾，其实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在这块土地上好好的知道上帝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我们去爱他，学习怎么样爱人、爱乡土以及爱上帝，就是这样的目标而已。所以请不要用另外的眼光，特别我们其实我知道我们的不只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还有我们的干事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个目标贴出来。我说没关系，贴出来如果有怎么样，顶多牧师离开而已，没什么好。所以要请大家特别，其实这个目标很简单，请不要想歪，就是这样。所以愿上主保守在我们的所有的行动当中，而我们的这所有的行动里面，在今年度我们期待透过在礼拜当中放入新的元素，并且能够唱新的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吟唱这2首歌都是大家陌生，但是透过在礼拜当中的许多的更新，希望我们一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去经历上主的恩典。而今年度我们也特别会加强在生日当中来庆典。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日都是一个庆典。那我们觉得牧师会请区长以及牧师会尽量在我们生日的当天为我们庆生，但我要跟大家抱歉的是，不一定有办法做到。所以我真的做了1个月多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困难，但是我们会尽力。有时候会接不到人，有时候会疏忽，没有错，我们也会疏忽。那我们会尽量，并且尽力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当中有一个庆典。希望这个庆典
能够真实的祝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那当然，今年度我们的关怀部长也非常的用心，所以他是个行动派的。他经常讲，我们的关怀部部长经常讲说，我袂晓讲话，但是真实在啦吼，我袂晓讲话，但是真实在吼。那我们今年度在宣扬福音的部分，特别是我们传道部部长非常的专注于传福音这件事情，所以会透过在特会当中特别的主日里面，去请大家来邀请新朋友来这个福音茶会，透过福音茶会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今年度我们有几个时间点会特别邀请大家来建立这个福音茶会，然后我想我们已经有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然后我们会逐渐的希望它就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最后当然就是造就训练，在今年度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过去曾经从我们桃园教会母会出生的这些子弟，他们现在在外地来担任牧者，我们会邀请他们回来，并且我们今年也会设计几个方式，希望在我们教会原有的这个喜爱音乐的这个传统以及造就的部分能够更加的落实。愿上帝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那下面是重要的事工方向，我要邀请大家过一个3合1的生活，就是一个礼拜参与一场礼拜，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能够参与一个团契或小组，以及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可以有一项的服事。所以这个叫做3合1。那这个3合1的生活，其实我认为是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的，所以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进行。特别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会邀请大家，今年度我会特别邀请大家来固定的约定奉献。那由于我们的教会其实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所以我要邀请大家透过固定奉献、约定奉献来关心，并且为教会来祷告。那下面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我们将会在接下去从过年后，我们就会逐次来展开跟进行。那这是我在这里简单的就牧师本身来报告。那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疑问，我想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接下去我要请建州长老来报告。建州长老，我要跟大家介绍，他是我们今年的小会书记。那所以接下去我会请建州长老就第12页开始的记事，简单的跟大家来报告，简单就好，好，不要太长啊，来。好，书记报告哈，有关小会的大事记，但是在小会大事记之前，请大家翻到11页，看一下我们教室的统计哈。那么2025年我们在几个项目上我们都有增长，在成人洗礼的部分，还有坚信礼的部分，我们都有成长。那另外在长职的部分，我们维持目前长老有8位，执事有19位。那么在聚会的平均人数上面来讲，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台语礼拜场有147位，国语礼拜、华语礼拜的部分有66位。那儿童礼拜我们是2025年开始的，由佩斯牧师这边再来带这个孩子们，所以我们目前有40位聚会。
少年团契跟桌球社也都是成长。另外线上查经班的一个部分也是成长的。那以上就教室来做报告，接着是小会大事记的报告。2025年重要的大事记，请大家翻到12页，下半部第6大项的一个部分。2023年11月27号第927次的小会决议续聘吴富仁牧师，时间是2025年6月1号到2029年5月31号。另外第2项是3月23号的时候，我们有议决，乌佩什牧师受职就任的特会。那另外一个部分是4月13号，我们有通过接纳7月中旬2间韩国长老教会短宣队到台湾到本会来短宣跟交流。另外7月13号，请乌佩什牧师担任马街来桃社教140周年音乐会的总干事。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在去年完成，所以在第7项的时候，10月1号在艺文展演中心马街来桃社教140周年的音乐会里面，有710位的听众共同参与。另外在第9项，对不起，第8项的部分刚刚有报告过，这不重复赘述。我们临时和会有选出新任的长老跟执事。第9项10月24号到25号，我们在这个龙潭的渴望园区举行共事营，总共有42人参加。第10项11月9号第955次的小会议决，我们在整个选举法规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正。第一个部分是依教会法规，转籍会员转籍3个月后才有选举跟被选举的一个权利。第2 B 废除夫妇不得担任长职的内规，意思就是夫妇可以同时担任长老或执事。第3点是2026年起，每月我们都会召开长职会。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那不晓得有没有要对去年的小会议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我想我要邀请柯明伟执事，他就是我们的长职会书记，来简单的就去年度的长职会的大事记来跟大家说明。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是长职会书记。我今天请大家翻开第15页。我就针对那个2026年的组织，这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第2项的开会时间也请大家自行参阅。第3项在2025年的重要祭祀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那个去年的长职都是用心规划的一些事工。那我这边来做一些摘要的报告。我们从去年的1月开始，我们的每月的第1周都会安排那个教会的祷告会。现在目前都每月第1周都还是有祷告会，请大家如果要参加祷告会，在每个月的第1周的礼拜6，一起来参加。在去年也是有在5月份有邀请那个木生合唱团来到我们的教会，与那个儿主献诗搭配。7月份也是有邀请韩国的那个长老教会的短宣队来与我们的青年交流参访。在10月份有举办马街来桃140周年纪念的音乐会。11月份我们也是举办桃园社教140周年的纪念礼拜。以及12月份我们的圣诞晚会也是有邀请那个白鸽剧团来一起来参加。在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教会原本有那个8区，在2026就今年开始，我们就合并为5区。好，以上的报告。好，谢谢我们的长职会书记，谢谢。好，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教会的财团法人董事长陈文明长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度董事会当中所
简单的大小事。平安，我们来看第17页，财团法人的董事会，那这组织我们可以来看。那这一次呢，在目前为止是第6届，第6届的任期是113年8月到117年的8月，那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度。那主要的董事会呢，就是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公部门政府机关，那主要有几个项目，针对我们的主管机关呢是民政局，还有那个区公所里面的人文课，还有北区的国税局。那在每一年呢，我们都要上传的综合所得税的扣除额，还有对民政局要将前一年的行政业务报告、还有资产负债表等等，所有都要去报备，也要向国税局来呈报年度的那个预决算的查核报告。总而言之，就是对于一个公部门的，然后还有银行的往来的收支，还有大楼租赁的管理等等。那今年呢，有特别一项，就是说在长荣妇产科的续租，从114年到116年，共计2年。那个邱医师他也是说了，他是最后一次来跟我们承租了，跟我们承租。好，以上简单的报告。好，谢谢。请问在场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疑问？如果没有，谢谢我们的董事长。那接下去就是各部会的报告。那我们从就是疫情之后，2020年之后，我们就是请各部长来统一报告，而不再请团契首长来报告。所以接下去如果我们对各部的事工推动跟过去有什么样的意见，可以在部长的主持之下来发问，这样子就可以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接下来今年度的传道部部长浩杰长老来报告。喂，牧师各位同工大家平安哈。平安。这个传道部的报告在第18页哈。这个我们就是也是谢谢这个，我们去年也是我们的维明长老哈，跟我们这些同工我们一起来就是有很棒的这个事工的服事哈。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也邀请维明长老还有传俊长老，他们2个虽然休息1年，可是我们认为他们还是我们传道部的核心同工哈，所以我们邀请他继续来帮忙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去年的这个2025年的报告，这个请各位兄姐再看一下19页、20页，非常的仔细哈。那我们来看今年度的报告，2026年在21页，请各位就是兄姐我来这边来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第一就是鼓励我们的兄弟姐妹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因为我们常常听人说这个祷告会就像教会的发电机一样那所以教会如果要强的话就是参加的兄姐大家一起来，我们来看重这个祷告会的事工。然后第2点我们有找了几位核心的同工就是来开始的这个福音茶会这个我们也就是谢谢这一些维明长老、传俊长老，还有正义长老，还有他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同工的成立我们从去年开始他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我们一起来推动传福音的事工。那也这叫做福音茶会那我们在1月17号的时候有举办第1次的福音茶会的装备课程那今年就是一样持续会邀请这个陈世林传道来教导福音茶会的装备课程。这个陈世林传道他是免费的免费帮我们来教导我们福音茶会的装备课程那除了我们长职的同工、小组长，我们也欢迎有传福音负担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装备课程。那第3点我们就是在2年前，在维明长老还有牧师的
这个我们就是有在持续的邀请葛兆熙牧师来哈，那他终于在今年他说可以来带领我们他会有来陪领会帮我们做长职的同工造就训练，这个长职的同工造就训练，我们也是跟教育部国军长老这边因为这个事工在教育部也是他们在推动，所以我们就一起联合，在3月7号就是有一个长职会的造就训练这一个还有陪谈训练我们结束后会有一个晚餐3月8号的早场的主日崇拜，还有第2场华语礼拜，它会有个培灵会。那在3月8号的1点会进行一个敬拜赞美的专题如何服事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这个专题会有座谈，这个也欢迎不管是敬拜团、圣歌队，还是我们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可以来参加那今年的第4点就是今年的圣诞节就是我想就是邀请我们的同工大家好好的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如何让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圣诞节的活动去年韩国教会他们有来带领我们办了这个韩国之夜，我觉得很棒这个就有传福音的果效，所以我们打算今年的圣诞节来办一个圣诞之夜那第5，鼓励兄姐弟兄姐妹就是能够踊跃的参加这个传福音的课程训练，成为传福音的工人那这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课程装备，我们在1楼的布告栏都有张贴这个教会会补助上课的费用这个是在疫情开始的那一年，我们有4位同工，包含我跟我太太慧玲，还有丽芳姐，还有敏珍，我们4个有去装备回来。我们现在持续到现在，我们在每个礼拜1还是有一个这个传福群组的祷告会我们在这一个所有的进行这个对课的对象，到今年就是有3个就是有3个决志受洗那也归荣耀给天父所以这是很简单的课程装备，各位你只要愿意去报名参加这个课程，他就会教导你如何来上课这个对课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兄姐能够踊跃的来报名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牧师刚刚有跟大家来说过，就是我们会邀请本会的这一些牧师回来这个回来教会正道。那母亲节我们有邀请牧师来献唱。那母亲节也是刚好牧师也有刚好提醒我他说这个是很好的机会牧师合唱团来献唱的时候，那我们就来举办这个福音茶会或的方式来就是我们就是邀请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一起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你的同事都可以邀请来听。那当天我们就用福音茶会的方式来进行然后这个母亲节还有暑期音乐营的部分，我们也请各位弟兄姐妹来看。那最重要就是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持续为教会的事工来关心跟代祷。以上。好，谢谢。谢谢传道部部长。那23页到25页，其实圣歌队跟敬拜赞美团。敬拜团其实都是传道部事工之下，那我不再请这些首长们来跟大家应答，但是这是在传道部的事工里面，所以请大家也一并来观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这个时候来提问，或是来分享？如果没有，我们要谢谢传道部部长的用心规划，谢谢。接下来我要请教育部。
好，各位兄姐平安。那 OK， 那教育部的部分就来报告哈。那我们2026年的组织的话，哈，部长是由我来担任。那我们也邀请这个赖建成长老及刘泰山执事来担任副部长。那在教育部的部分呢，那我教育部这边有几个委员会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日学的这个主日学的部分。那另外也有一个力学经审查委员会信徒教育委员会以及团契辅导委员会的部分。好，那在25年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日学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在重要的节庆的时候有一起来在这边服侍。那信徒教育的施工的部分，那我们也有推动一些圣经的研读啦，或者是举办这个信徒相关的讲座，那有一些查经班的部分哈。那力学经施工的部分，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力学经的部分，让我们的孩子们哈，他们来踊跃的参加教会的活动之余，他们也能受到激励。好，那另外团契的部分，稍后我再说明哈。那去年的话，我们夏季学校的部分也有也有很多的青少年来一起来参与哈。那我们有一些学员也有做呈现。那今年度的部分呢，那我们一样就是说，去年我们有做的一些施工，我们能继续维持。那特别在主日学的这一边，我们其实在主日学的时间哈，我们有一个这个亲师的活动以及儿童礼拜的部分。那现在我们也希望儿童礼拜可以请小朋友以及家长能够一起参与。那另外信徒教育事工的部分，我这边做一下广告了哈。那我们牧神查经班今年也会继续。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好好查经班，好好读圣经的查经班呢。那这个是由王文印老师，我想大家都熟悉他哈，他会来开课。那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3月就会开始上课。好，那另外刚刚在传道部分也有提到，那屏东和平教会的葛兆新牧师，他也会来为大家一起做培灵的部分。OK。然后就是我们也会继续的有一些这个长子首长的同工的研习会，那再请大家参加。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今年度的话就是在夏季学校的部分，好，我们还是预计会在7月就会来举行。那在这之前哈，我们即将到了2月27号的这假期哈，就是青少年他们没有休息，他们到那边。会举办这个装备营，好，为了夏季学校的部分，我们他们一起来做准备。OK， 那我们从28页开始，哈，28页是主日学，好，今年主日学校长是吴文仁弟兄，哈，那这里主日学的部分内容我们就自己来看。那其实这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主日学不管你现在认识或不认识，如果你对主日学这个孩子的部分你有负担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主日学的服事。那孩子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想从小就培养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成长对我们整个教会的成长是绝对有帮助的。好，那另外年度的话，29页下面年度重点的部分我们一样会在各个节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在这边来服事。那30页开始是松联团契那今年的会长是吴传新长老那松联团契是我们教会最有智慧的一群一群会友那也透过这样的聚会，他们可以彼此分享。那31页的话是妇女团契，那这就是我们教会最美丽的一群会友。OK， 好，那他们也会在这边来一起聚会。那这2个团契其实跟我们总会的一些事工部那都有做连结，也会一起参与总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那32页的话是夫妇团契那夫妇团契的话我想这2年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夫妇团契的慢慢的我们在这里面有蛮多的一些亲子的话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夫妇团契在做一个献诗的时候，其实是家长跟小孩一起来献诗的我想这就是大家一起在信仰里面一起来团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好，那接下来33页是社青团契那今年的会长是蔡乃平弟兄那特别讲一下社青团契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是毕业了，然后你也可能还没有结婚，那大家就一起在这个社青团契，我们在一起社青团契里面一起信仰做成长。那34页的话是学青团契，今年的会长是赖和一弟兄。好，那学青团契这一边他们是年轻的一些很有活力的弟兄姐妹那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信仰继续成长。那
特别我们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去参加这个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哈，那他们回来之后，我们会请他们在这个学少团契里面一起来做分享。那35页的话就是少年团契哈，今年会长是张晨曦弟兄哈，那这边就是比较年轻哦，我们是从高一到小学5年级哦这个范围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这一个范围年纪的小孩子哈，那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少年团契。好，那这些团契呢，我想大家这样看下来哈，它其实有一些年龄或是有一些属性，那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找到呢，如果可以的话，找到自己适合的团契，然后一起来参与教会团契，一起互相成长。OK， 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国军长老的教育部，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意见？如果没有，我们要谢谢国军长老的辛苦哈，谢谢。那接下来我要请关怀部，今年度的关怀部部长是李正义长老。大家平安。关怀部在这里报告哈。2026年的组织部长是我还有邀请副部长黄浩杰长老、柯明伟执事哈这些我们的施工里面这些成员请自行参阅2025年的施工报告有一些我们爱餐组有一些我们爱餐组准备很多丰富的这个佳肴这个我们要感谢这些同工他们的辛劳也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吃便当这些同工帮忙我们准备的这些佳肴我们吃的都很健康谢谢他们的付出谢谢在2026年的施工计划这里我们有5期关怀网的组织清溪、中正中山、三英、桃园也请各区区长配合各区进行探访也是要召集主日爱餐洗菜反映各区肢体消息实施教会全面性的肢体关怀今年我们也实施了全面性的生日卡关怀慰问这个下面就是关怀委员会这些里面的一些事我们自行看服务委员会还有小天使婚丧喜庆这些以上报告。好，在这里要谢谢正义长老，顺便要宣传一下，就是我们1、2月份的生日寿星，我们都有预备生日卡如果没有要我们寄，我们会放在办公室，所以请记得一定要来拿在6楼的办公室，1月、2月的寿星那2月到2月，我们目前写到那个2月20号，所以22号了就是过年前，我们大概生日卡都写完，那个2月20号、2号之前，所以务必来办公室6楼办公室来领取，谢谢。好，我们谢谢正义长老，接下来我们请行政部。各位大平安，这是行政部我叫赖建成，今年是我第1任做行政部的部长，旧年是浩杰长老，目前我来报告2025年的施工报告2025年有硬体修缮跟环境的，这边都是名列在上面的。那大家都有注意，跟自己的团契或者是空间有关系的都有看到那主要就是空调通风是去年那个热浪，有很多地方有感受到温度上升所以今年特别会重点改善这一些。
包括这几个月都会持续的检查所有的冷气、空气，因为今年夏天。那还有就是9楼啊，现在学校的部分，在所有的冷气上，那我们有评比过装冷气独立的或中央空调，其实我们的中央空调还是非常的节省的，所以装了冷气后，独立冷气要10几年才能回本，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在用去年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电力的部分，我们改用的是计价方式是使用时间电价，这个有比较表啊，我们比较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是7月，应该是暑假前开始更改的这个计价方式。那我们原本旧的大楼是用累进电价，一般家庭用的是累进电价。累进电价的话，在2000度以下，它是比较划算的。但是教会的用电量是明显高于这个地方的话，所以呢，在累计电价超过一定的度数后，它的每一度的电是直线上升的。好，那时间电价的话，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一般公司没在用电的时候，就是离峰时段，离峰时段的电价是最便宜的，1点多块而已。所以呢，我们教会的最大用电量刚好是6日离峰时段，所以用这个方式的话，我们比较一下，从暑假开始后，我们看最后一个的话就是8万多到6万多，大概节省了20% 多的电费。所以接下来，对，4楼，但是5楼不明显，因为5楼它的用电量就是不够多，所以它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实验的这几个月后，发现4楼跟7楼它的节省程度都20% 以上，所以呢，今年还会扩大到6楼跟9楼，好，所以希望这样子也倡导一下大家用电习惯，就是1到5的晚间是尖峰时段，那6日跟白天大家尽量用，这是离峰时段。那呢，最棒的时候是0点到6点的时候，那个电力低到就是很便宜，好，所以那个家里如果用电量大的，也可以考虑用时间电价。当熬夜最省电。好，那去年开始就是全大楼的地下水就是改成自来水的部分。然后去年有做了一些修补，跟这边都有做记录啊。那再来明年度的话呢，今年开始的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我们会提倡不要都只是花钱了事。我们像今天会有个大扫除，就是教会是我们的家，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能够参与跟去疼爱这个环境，因为我们例行性的扫除，毕竟有很多东西不是方方面面或者是很完整。那如果我们常常就是请人家做的话，我们自己对这个环境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今年就是开始会比较多事工，是希望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维护这个环境。然后我们付出心力，我们就会爱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的家。那今年呢，就是等一下的大扫除规划后，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那个所谓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去调整它。那这几个月都是调整中。那现在1月份的话是有2、3是统一上班，后来又调整的话，现在就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习惯差不多，然后都是每天有上班，然后就是都找得到人。但是未来的话，会希望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1楼的部分，还会加个门禁，增加这个控管的一个安全性，好，然后在人力跟最重要就是这个教会的温度，就是说这外队教会不要因为为了节省人事，就没有运用，没有利用，我们要保持这个教会又可以运用，又可以大家一起管理，然后呢活用它，所以我们加了门禁。也是方便这个控管，减少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那如果有时候是晚上多晚或者怎么样，那个都可以，到时候我们会有制定一套方法，
让你要来这个空间，你也不用担心安心的部分，你也可以自由进出，然后用技术的方式去解决安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接下来会规划那个意见箱，因为有很多会有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共识营有累积了很多的未来的想法，但那个做法可能都是5到10年的。我们会慢慢的把每一年按部就班，就是把它规划出来，因为金额可能是很大的金额，所以我们会慢慢的把行政部的会议记录就会贴在那个意见箱的旁边，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今年预计做的事情跟规划想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议题做意见，因为我们就是长老教会就是一个民主的教会，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从这个把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公民议题，让大家能够参与。再来就是今年还会推一个投票的电子化，以往在和会投票上面都会很冗长，那我们请那个蔡海平执事，我们在规划这个电子投票系统，那可能会有实验的时候跟正式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尽量在我们来讨论这个方向，但是以后这个至少安全跟透明化还有流程可以大幅缩减。好，那重点就是这个意见箱之后，请大家踊跃。那我们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提意见的人，我希望你具名。你如果具名的话，我们会非常重视，邀请你来讨论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你不具名的话，我们只能参考用。所以这个意见箱到最后会有个表格。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要填名字，这很奇怪。好，我们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提意见是能参与，一起在这个教会服务这样子。好，以上行政部报告。好，谢谢行政部的报告，然后也帮助我们可以长知识，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省电的。好，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问题？来，浩姐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这个我要报告的就是说，这个电力的改善去年是建成长老他去执行的，所以我们谢谢他，拍拍手。好。然后他也很致力这个教会的大火的改善。各位，这是咱的教会啊，不是行政部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咱的教会啊，进步变啊，会更较好。你若有搁找到更较省电的方式吼，你拢会使甲投意见信箱啊，谢谢。好，谢谢浩杰长老。浩杰长老是去年的这个行政部部长，好，我们真的要谢谢这几届的行政部长的努力。好，接下来我们请财务部，我们请建州长老。我们接下来这一年的财务部部长是建州长老。财务部报告哈，那2026年财务部的一个组织表，除了我是部长以外，那另外的副部长，我们有依照小会的决议，我们有邀请穆桂英长老，担任副部长，黄腾义执事也是担任副部长，那他同时担任书记的工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邀请这个漳州长老作为财务部的一个顾问，来协助教会各种财务事项的一个执行，能够符合相关的一个规范。那在2025年的一个施工报告里面，我要特别报告的部分是我们重新整合了、修订了教会的财务手册，让整个流程更清楚。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在第6，请大家看到41页的第6项第2大项的第6点，我们114到115年的一个会计的预决算表这是权责发生制是在我们的和会手册的一个60页请大家来参考，因为表很大了所以我不特别细念那么所谓权责发生制是以事实交易实质会发生来认列着相关的一个费用跟支出所以这个部分是做补充说明。那另外114年度就是去年
的各部的决算的总表在61页，那么团契的决算总表在62页。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比较重要的，请大家看到的是115年的各部的预算，这个是在63页啊，团契的预算是在64页，好，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最后一个部分是会计师的查核报告是在我们的65页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各个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明细，我们刊登在79页到83页之间，好，以上做说明跟报告。那同时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谢谢检账委员蔡锦芝姐妹跟任珍妮姐妹担任我们的检账的一个事工啊。以上做报告说明，谢谢。好，谢谢财务部部长的说明。那有什么样对于财务部的部分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意见？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好，如果没有，我也要邀请大家可以因为我们教会其实是经过会计师的签证，所以事实上在65页之后，我们有一整本会计师的签证跟报告都列印在这后面。如果我们想要详细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在现场来提出问题，也可以私底下，只要任何有问题的，请都向我们来提出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疑问的话，也可以这样谈哈。来，那个部长这边补充报告哈，在66页的部分是会计师的查核的报告哈。那么在这个查核的意见里，请看第二段里面哈。本会计师的意见上开财务报表所有重大方面都依照商业准则了哈。那所以整个的一个来做解释跟编制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充分表达我们桃园教会在114年12月31日到113年12月3日的一个财务状况。那在这边的话，跟大家来做报告。那另外在这个会计师的查核报告里面的后面，其实有把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看不太懂啊，有一些财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的部分啊，在72页里面附表里面有特别做声明哈。那这个部分刚刚行政部也特别提到哈，就是我们教会有需要很多修缮的一个地方。牧师刚刚也有提醒大家，在新的年度里面，期待大家能够有固定的一个奉献。那我们的教会呢，其实是很多年的一个教会，也盖很久了。那我们会看到说很多东西，这个是我们神的家嘛哈，我们的家，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修缮的。那这些修缮都需要费用。所以在这边财务部也恳请大家能够针对这个部分来祷告，也为教会来奉献。好，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金楼长老哈。那我们接下去除了外部的这个会计师的检验之外，事实上我们内部也有选出2位的检账委员，我们要特别谢谢锦芝姐跟珍妮姐妹哈。那接下来我要请锦芝姐妹来稍稍报告一下，说她今年度在看这些教会的账的时候的状况没有，就 OK 了哈，没有问题啊哈。那所以我们是透过外部跟内部的这些检视，来看到这些财务上的状况。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来了解整个教会的情形。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不用报告了，只要跟大家说明，这样就可以了哈。那好，接着我们要翻到第78页，进行我们的议事。所以要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进入第一案，一案1就是接纳各部的工作报告。我要请我们在场有没有人来提议接纳？有人复议，然后我们来一起举手，待会就请大家能够举手来同意或不同意了哈。那有没有人提议接纳？在场有没有人可以提议来接纳的？来传心长老吴传心长老提议接纳哈。那有没有人复议的？主德长老好，不好意思，我在这边看到主德长老哈，所以就那个提议接纳，赞成的请举手好吗？好，谢谢。
公决通过哈。那我们要进入议案2，就是接纳114年度的决算以及115年度的预算报告。那不晓得在场有没有人要提议接纳？来，是不好意思，我这边看不清楚，报名。好，秋红姐哈，秋红姐好。那还有没有人复议的？有没有人复议？来，那个博言吗？哦，博言啦，好，博言。然后提议接纳，赞成的请举手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们公决通过。那议案3，我们要请选派本年度的检账委员。来，好，景芝姐啦，好，景芝姐提名，有没有人复议？好，主德长老复议了哈，好，景芝姐。那有没有人再提议另外一位？来，景芝姐提议来。巧玲姐啊，好，巧玲姐哈。那有没有人复议？来，快点，有没有人复议？秋红姐哈，秋红姐，好，那我们就选2位来提名2位，然后就选2位，我们邀请他们来担任我们今年度的检账委员，这样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们请大家举手同意，好不好？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那我们就是公决通过了哈。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年的会员合会就要到此来结束。那最后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翻开圣诗392首，圣诗391首，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咱要来吟全首，咱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深深感动甲伊带，甲咱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车坐，电乐，立倒。有几个报告跟大家来说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待会要休息到12点，那这段时间我们就用餐，无论是在我希望就不要在礼拜堂里面哈，6楼或者是我们在7楼都可以，教室里面都可以用餐。那12点过后，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大扫除。那我们都有那个区域，
所以要请大家分别区域，只要大扫除结束就可以离开，这没问题啊。就我们觉得扫够了就可以哈。那在6楼的办公室有预备抹布以及除胶剂啊。如果我们有发现那个玻璃或者是电梯有需要除胶的哈，有除胶剂。那这些分配，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所以邀请大家12点过后，我们就进行大扫除。那预计在1点钟，我们在7014会召开长执会，希望大家准时。谢谢大家，多谢咱大家，我们互相道平安。谢谢大家，平安。